罢免人黄杰小姐上台发言。好，各位在电视机前面、在网络收看的高雄市民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杰。首先，很高兴在我不断的呼吁之下，我们的领衔人终于愿意出席这一场公办说明会。希望说借由今天的说明，让凤山的乡亲可以理性、公平的来做出评断，并决定我的去留。也希望领衔人可以保重身体，敬祝身体健康。凤山人即将在2月6号要出门投票了，但这一次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家乡要站出来，全力的守护凤山。在这边，希望大家在2月6号都可以出门投下不同意票，让我黄杰能够留在凤山，继续来为大家服务。这一次不是我个人的战争，而是为了守护我们共同的家乡，不要被仇恨跟报复击垮。这一次的罢免案真的是非常大的难关，岌岌可危。如果大家不出门投票的话，凤山就会少一席进步派的议员。所以，请大家2月6号一定要出门投下不同意罢免票，一起终结这一场报复式的罢免，停止社会的仇恨风气。我相信，选举跟罢免是每个人的权利，但是最近凤山的乡亲陆续收到的选举公报上面罗列的罢免的理由，都让人啼笑皆非，内容更是不实的刊载，包括刚刚领衔人提到的理由，也没有放在罢免的理由书里面。在罢免的团体里面提到的理由，他写道：我问政没有尽到议员的责任，说我问政质询的时候问倒了市长，翻白眼作秀，甚至不关心凤山，质询的时候也没有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。以上的说法，我认为对我都不尽公平，可以说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我必须说，监督市政是市议员的责任，针对市政的发展，就事论事的在议会里面理性、严格的监督市府，本来就是我的义务。认真问政的议员反而被报复性的罢免，并不是我们乐见的健康民主的机制。我认为社会不应该要助长这样子的歪风。这2年多来，我每天都尽心尽力的工作，为凤山乡亲来服务，也连续3个会期都获得问政优质的肯定。我不敢说自己是最认真、最优秀的市议员，但是面对这份工作，这2年来我都问心无愧。无论是在托育、交通、性平、还有环保、文化、体育，甚至是动保以及警消权益等等议题上面，我都亲力亲为来推动改革。透过质询、提案，甚至是修法，这2年以来有非常多实质的进展。也希望罢免团体可以认真的来理性的讨论，而不是进行不实的抹黑。我在每个部门都有提出质询，部门的质询率是100%，也提出了182项的市政提案。在地方服务方面，我几乎每天都出没在凤山的大街小巷，不管是道路的会勘、公园的会勘，每一个地方我都亲自到现场勘察，希望凤山的每个角落都越来越好。这2年来，选民服务的案件也累积了2500件。虽然我的能量还不足以服务到每一位凤山乡亲，但是我和我的团队都是一群非常对高雄有热情的年轻人。我们真的很努力，很希望靠我们的双手，让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。
除了问政翻白眼之外，在罢免的理由书里面还有提到我支持香港，甚至说我违反了香港的国安法。这一点更是让我苦笑不得。民主跟自由已经是普世价值了，支持香港人来争取他们的民主，在台湾已经是不分党派的共识。香港人过去1年来，为了争取他们最基本的行动的自由、言论的自由，他们流血、受伤、逃往海外，甚至有人牺牲生命。我相信任何人看到这样的暴行，都没有办法视而不见。这个时候，作为台湾人，作为香港的盟友，我们应该是要团结一致，互相支持才对。我们应该是要一起拒绝这样的恶邻居。但香港的国安法本身就已经是威权的产物，但身在台湾的罢免团体，却拿着民主来反民主，跟中国的共产党沆瀣一气。面对这样的行为，我们更不能退缩，更不能向集权低头。以上种种的罢免理由，多是不实的谎言，但要澄清这些谣言跟谎言并不容易。虽然困难重重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。我不会让凤山被这些不实的罢免理由、恶意的标签，甚至是代表保守的势力以及仇恨的风气，让凤山变得乌烟瘴气。所以在这边，希望凤山的乡亲们，如果你们有空，请细读一下选举公报上面每一项罗列的罢免的理由，还有我提出的澄清的答辩书，我相信真理会越辩越明。在这边再次的拜托大家，2月6号一定要站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票，才能终止这一场报复与仇恨。接下来，我要利用说明会的时间，一一的向各位报告这2年以来问政的成果。首先，在青年政策方面，我一直以来作为高雄的年轻人，非常的在意高雄就业、青年创业以及生活的环境等等的政策，包括说针对青年的租屋，我自己也曾经是住过顶楼加盖的年轻的租屋族，我也知道说在消防安全、建筑结构上面这样子的风险会比一般人大得更多，所以我在议会严格的要求租屋的环境应该要全面加装住警器，来补足消防的预警机制，也要求市府应该要主动的公告违建的出屋名单，让所有的学生、年轻的上班族在租屋的时候都可以选择安全而且合宜的住宅。在公共托育方面，我们都知道台湾人口已经出现负成长了，少子化已经不只是一个社会议题，而是全民皆知的国安问题。所以为了挽救少子化的问题，各个县市现在都有祭出非常大的生育津贴，甚至是每个地方都在喊价要加码。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，我也希望高雄市府可以注重到更长远的托育的环境，而不是单一次的生育津贴，让高雄人在生完小孩之后没有办法享受更友善的托育环境。所以我在议会也提出，凤山区应该要新设公共托育家园，让凤山的宝宝都可以有人可以照顾。也要求加强照保员的劳动待遇，唯有照保员的薪资可以提升，劳动环境变好，才能一起提升幼教的品质。我也要求要争取24小时的夜间托育，让年轻的爸妈、轮班的爸妈都可以提供，都可以获得这样子的喘息服务。除此之外，针对凤山的老旧市场，我也一再的倡议，应该要进行活化，让
这样子旧有的空间，拥有历史环境的空间，可以注入活水。因此，我要求凤山的第一、第二的公有市场都应该要让年轻人享受这样子的创业空间，借由古今之间的交流，借由旧有的空间与年轻人的活力，让凤山的旧有市场可以提供一个地方创生的经验。凤山是一座文化的古都，也是一个不断在进步的城市，也是接下来高雄市非常非常重要一个重点正在进步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希望的是，大家可以看见凤山的进步，在推动凤山的繁荣之上，我也没有一天懈怠。希望罢免团体可以跟我一起让凤山越来越好。以上是我第一段的说明，接下来我会针对在劳动的权益、交通以及环保上面，为整个高雄市、为凤山市做的努力，来一一的跟大家报告。以上是我上半场的报告，谢谢。接着进行第二轮说明。首先，请领衔人刘成芳小姐上台说明。请领衔人刘成芳小姐上台说明。请领衔人刘成芳小姐上台说明。经唱名3次，领衔人刘成芳小姐未上台说明。接着，请被罢免人黄杰小姐上台说明，请开始。接着跟各位分享我在劳动权益、交通、环保等等的议题上面，这2年来一路以来走来的努力。高雄人应该要守护高雄人，所以劳动权益被剥夺跟职场权利的不平等，是目前许多年轻人常遇到的问题。我自己也曾是社会的新鲜人，所以非常了解到职场的菜鸟在各个层面上的孤立无援。复杂的劳动的法规对大家来说虽然是基本的保障，但是运作起来仍不敌职场潜规则的束缚。作为一个市议员，守护高雄人的劳动权益是我的任务，也是我应尽的责任。所以，不论是在地方的服务上面，一件一件的劳动的陈情案、劳资的协调，再到议场内每一次的质询，劳动的权益都是我问政的主力。我从来没有在劳动议题上面懈怠过，也持续的跟各个工会进行政策的讨论，希望高雄的劳动环境可以一起提升，保障高雄所有人在就业上面，所有劳工一起工作的权益。除了薪资的待遇之外，有没有获得充分的休息？加班时数有没有被吃掉？是不是性别平等？是不是职场上面有遭受到怎么样的骚扰？这些一件一件的案件，我们都陪着陈情人去解决、去改善。希望说，劳动环境可以因为我们的努力，一项一项的变好。这2年来，我除了跟工会在各个议题上面保持劳动条件、劳动规则上面的讨论之外，也协助过包括消防员、警察的工作权益、时数的制度调整，也协助社工人员解决薪资被回捐的问题，也改善公车司机过劳的问题，也推动劳动的培检制度，希望整体高雄的劳检的品质可以一并的提升。未来我也会在议场持续的追踪劳动的议题，守护高雄人的劳动权益。再来，在交通的上面，无论是大众运输还是人行的权益，我都一一的到每个路口去会勘。
我自己作为机车族，每天都是骑机车上下班，骑机车在地方做服务，所以也非常知道机车路权目前还是一个弱势的议题。我也知道，平常自己在地方骑机车，常常遭遇到非常危险的道路的环境。再加上高雄是一个重工业的都市，拖板车、大货车等等重车也常常导致高雄的道路的品质比其他县市来得恶劣。也因此，不管是路平还是机车族还是行人的权益，我都一一的逐项的改善，包括说一一的到路口去改变交通设计的内容，包括争取行人的号志，争取红绿灯，争取标线的画设，也去改善道路刨铺的品质，也去一一的替所有弱势的族群争取大家交通平权的权益。这2年来，我也多次的向市府反映，一定要针对人行道进行稽查，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能够行走的人行道，所以也成功争取到成立了人行道稽查小组，希望透过有效的管理来保障市民行走的权益。在交通建设以及改善方面，我也针对过去2年道路品质进行提升，甚至是改善许多易肇事路口车祸的发生率。我也不断的倡议交通一定要平权，一定要让高雄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友善。在人本交通上面，我也不断的争取要有无障碍的空间，让无论是轮椅族还是新手爸妈推着婴儿车，都可以享受非常友善的交通环境。这2年来，针对交通，我已经会勘了298场，每天都在凤山的大街小巷出现，为凤山的建设努力。最后，在公共建设上面，除了针对捷运黄线，还有 U-Bike 等等的大众运输以及公车，我也都不断的争取，希望不论是观光客还是在地人，都可以享受友善的大众运输。在环境的政策方面，作为公共卫生的学子，我也不断的提倡改善空污、改善水污等等，必须要有更具体的措施。高雄过去是一座承担的城市，我们的造船、钢铁、石化等等重工业，奠定了台湾的工业基础。但是，高雄人也比其他县市承担了更多的健康风险以及工业灾害的风险。因此，本着公卫的专业，在空气污染方面，我坚持工业区的周围应该要有充足的空污的测站才行，让致癌性的气体一定要一一的用透明的数据展现。我也坚持石化厂在公安上面的要求一定要越来越严格。昨天林园工业区又发生了火警，已经是这个月的第4起。像这样不断发生的公安意外，除了罔顾生命安全，也对高雄的空气品质造成非常大的影响。因此，我也要求市府应该要适时的使用空气污染防治法，让石化厂该停工的时候就停工，而不是始终不愿正面努力的去开发。我也要求大社的石化工业区应该要降编为乙种工业区，来实践真正的空污减量，以及高雄的石化业才可以达到真正的产业转型。在水污染的防治方面，我也成功争取了将凤山溪划设为水污染管制区，以及爱河的水污染管制区，用更严格的法令来保障我们的水的品质安全。同时，我也成功争取增加凤山溪沿线的水质监测站，让凤山溪的水质可以是在我们的监控之下，保障它的品质。
我也不断地要求凤山溪的水资源中心要有远端的预警系统，而不是受到污染之后，让凤山溪的再生水没有办法运作。这样子的要求也成功获得市府的采纳。接下来，凤山的水资源中心也即将要加装这样子的预警系统。在工业管线的控管方面，我也不断的要求一定要改善，正视高雄人的工业风险，包括2年内要全面升级为气体泄漏侦测定位系统，包括社区的防灾演练，每年每个区都至少要办1次，让大家与风险可以共存，让大家能够了解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如何保障。我也要求管线的检查费应该要全面的增加，让这些检查费可以回归到厂商本身，让社会的成本可以内部化。诚如我前面所言，面对我心爱的家乡，我会用尽我所有的力气来守护，不管是用我的专业，用我的热情，保护高雄的环境，是我一辈子的任务。以上还有很多的工作都正在进行当中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没有办法在这边一一的跟大家报告这2年以来所有的成果。但是担任议员2年多来，我竭尽全力的在努力工作，无论是在议会的问政，还是地方的服务，从来没有怠惰过。因此，面对这一次的罢免案，我是坦然面对，也问心无愧。在这边要特别感谢当初2018年将我选出来的18000位市民，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可以从事这样的工作。这份工作虽然充满挑战，也很艰辛，也要随时接受外界的压力以及许多不实的指控，但是能够做这些工作，我非常的感激在心。我真的非常喜欢市议员这份工作。这2年能够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实现理想，真的衷心感谢。这场罢免的选战，一路以来已经收到非常多的鼓励，也有很多凤山人站出来肯定我的表现。但是面对罢免团体铺天盖地不实的讯息，用广告看板，用网络的宣传，还有强大的动员的能量，这一次凤山真的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。所以最后的最后，还是要再次拜托凤山的乡亲，2月6号一定要出门投下不同意罢免票。这一次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战争，如果大家不投票，凤山会少1席议员来为大家服务。如果大家不投票，这样子的罢免的手段就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发生，用仇恨、用报复，让高雄非常多优秀的民意代表、全台湾优秀的公职人员一一的被击垮，一一的被消灭。我知道我很可能被罢免，无论我的任期是剩7天还是2年，我都会努力到最后一刻，完成选民对我的托付。我是黄杰，谢谢大家。这场罢免说明会已经发表完毕。本次高雄市议会第3届第9选举区议员黄杰罢免案，定于110年2月6日星期六举行投票。投票时间是上午8点起至下午4点止。投票时请携带本人国民身份证、印章、投票通知单。因防疫期间进入投票所时，请配合佩戴口罩、量耳温，并遵循相关
防疫措施规定。最后，敬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精神愉快。